欢迎收看《台湾商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要带大家来关心到咱教育上的这个几个议题哦。第一部分，咱讲到这个性别平等这个教育；第二部分，咱要讲到历史课要上什么啦吼。第一部分，咱先看到这张图吼，这有一个绘本，叫做《国王加国王》啦吼。讲到的是吼，咱讲是同性的这个部分，但是即阵哦，有人就讲啊，这无适合着。一年啊，尤其是国校这个部分啊，这个年会上无适合啦吼，所以咧，就引发着性平教育甲这个反动团体这个一寡抗议啦吼。不过咱嘛看到讲，这个教育部长伊是安怎讲？伊是讲爱尊重这个差异啦吼。不过有一解脱的这个方式是啥物咧？咱讲吼，这个部分会当吼，伫咧9月12的时阵，你的这个册，你的家长讲啊，无适合着这个年会这个年龄层的啦吼。这100本内底，这本啊吼，你会使提解去换另外这个99本吼，这是一种做法吼。另外，咱嘛讲到108年这个课纲哦，旧年上路啦吼，咱讲即阵国中2年啊，这个历史课本，咱看到吼，这是社会篇啦吼。但是咱看到这有啥物图，有这个万里。这个中性吼，这个部分，咱嘛讲到，迄当阵这个国中开始就要开始上这个中国史啊，但是有人就批评讲，哇，过去这个三国史也好，魏晋南北朝这个历史，拢总该抬掉吼。但是教育部即阵是讲啥咧？伊讲啥？伊讲这个部分咱讲是。华语讲略古详今啊，略古详今什么意思？伊讲哦，互较早的这个古早的这代志较简略的，现主是较我现代部分爱较详细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国中用通史来做结构，另外咧高中是较主题性，互学生囡仔去做思考。甲过去咱咧学这个朝代也好啊，断代史这种结构是较无相像，但是有人批评讲吼，真正是去中国看吼。今日透过节目，咱就要讲这两个主题来去做伙对话。这不定先来邀请咱3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高雄市专人教育家长协会理事长颜任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家庭主流化联盟召集人詹宪营。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历史教师深经联盟发言人，同款嘛是咱邦桥高中历史教师黄慧珍。好，大家好。是啦，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这回国王甲国王这个绘本会引发到真侪讨论啦吼。但是咱讲正甲反两边拢有意见，先做伙来看。王子要选公主，毋过对这个对象拢无兴趣，颠倒是甲伊一个公主的哥哥，而且结婚。全国家长会长联盟邀请13个家长团体，表达因是真欢乐，要求教育部爱主动收回。我们班的家长们都要求老师退书，老师也认为这样的书籍根本就不合适这么小的孩子。这个联盟认为讲，按课纲的指标适龄认定，国校1年囡仔爱熟悉无共性别、身心异动，教育部却无遵守。后一代幸福联盟等等的团体，嘛要求教育部爱遵守公道，反对国校和国中有同性恋的教育。那么把同性婚姻连结到幸福美满，并且被众人祝福，这就是这本书最大的问题。一个孩子对未来婚姻家庭的愿景，会影响这个孩子一辈子。业者强调讲，这是性别平权的绘本，无适龄的问题。高雄市专人教育家长协会理事长是讲，绘本无鼓励同性恋，是用熟悉来取代歧视。因为这本书，我们也谈到了同志受到的歧视，同志争取婚姻的不容易，还有我们可以怎么做？他们希望 LGBT 的议题能够在学校的教材里面零检出，我们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不妥。我们反倒想要求他们能够把这一些对于性平的歧视的一些言论，才需要零检出。随机发送的故事册，这几日却引起议论。教育部搁再强调讲，这是咧讲多元差异的绘本，若是学校有需求，会当伫11进前用加体册的方式来换。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国王甲国王这个故事到底是咧讲啥吼？本地啦吼是讲这个王子无想要结婚，但是咧这个女王妈妈施加压力吼，王子就必须爱去这个结婚。正做是国王啦吼，王子迄当阵就讲吼，伊对这个公主无兴趣啦吼，但是妈妈依然是帮伊找来真济公主吼，但是尾手故事安怎发展，咱等下就请教咱的这个理事长吼，但是要来带大家来看讲这张图咱所经历的，这本册其实伫咧这个2000年的时阵啊，伫咧 The Netherlands 伫咧荷兰吼，就开始出版啦吼，是当阵的作家吼有2个共同来去
画这个绘本啦吼。其实咱嘛头拄讲到，这个内容就是讲吼，这个皇后啦吼为王子来相亲，但是王子却爱着公主的这个哥哥啦吼，买手真正行入去，咱讲内底写的这个幸福快乐的这个家庭，但是内底传达的重点是啥物呢？这个多元文化、多元家庭，甲尊重差异啦吼，爱无分这个性向甲这个性别。另外咧，这个评价是啥物？有人讲哦，传统过去大家拢咧王子甲公主这个故事吼，180度，还是甚至是360度，安尼大转变啦吼。美国杂志《The Advocate》伊嘛讲吼，真正咧挑战所有过去这个翁仔册啊、童书啊、童册，这所建立、所延续的这个家庭啦吼，嘛是有看到讲，即阵咱台湾是安怎来去使用，英国是安怎使用。首先，咱看到英国这个部分。伊讲咧，用到这个绘本哦，向学生来介绍什么是同性恋这个问题吼，做一个教学的这个工具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哦，这个台湾即阵2020年互选做是国民中小学新生哦，这个该送的这个册，另外咧阅读推广计划一本册啦。咱头拄嘛讲到100本内底有一本，其实是符合着这个课纲内底伊所要去吼，比如讲性别平等啊等等的这个主题来去做推广的部分啦吼。但是引发到真侪讨论。咱首先要来请教这个理事长吼，这个故事真正无适合这个1年的学生来去看吗？老实讲，因为我家己的囡仔吼，就是伫咧小学内底咧读册。我家己其实嘛有入去学校来做故事妈妈，来教囡仔来讲故事。是。其实这本册。引进这1、2档以来，我有甲学龄前的囡仔讲过故事，嘛有甲小学囡仔讲过故事。若伫咧学龄前的囡仔，伊会感觉讲哦，这个故事的画面其实足趣味，足活泼。特别是讲有的画面啊，譬如讲哦，伫咧这边迄个女王，我要讲这是女王哦，不是皇后哦，这是女王，伊是。统治这个国家的女王安尼吼，伊看到这个画面，刚讲足古锥的囡仔看到这个，就开始笑，开始笑，伊会感觉讲伊会伫咧注重伫咧迄画面足古锥的部分，这是学龄前囡仔安尼。若讲小学的囡仔，伊开始的字会捌较济啊，字捌较济，伊会当家己看。其实这本册内底，伊毋是敢若讲，虽然咱的主角是迄个王子，伊介意着另外一个王子，因过这本故事内底，其实嘛有内底有一个公主，伊介意着。皇宫的侍卫，迄是拍破迄身份的阶级，所以讲，咱讲同性的意爱嘛有，异性的意爱嘛有，所以对囡仔来讲，伊是感觉讲这是一个足趣味的故事，伊并无特别讲咱。伊并袂特别讲，就是讲，这是一个讲同性的同性的故事，伊感觉讲，这足古锥啊，有动物啊，有女王，嘛有内底画面足活泼，所以对阮一个家长来讲，我感觉这是一个足趣味，会当介绍到多元的议题的一个故事，嘛是互囡仔会当自然来了解这的部分，多元性别的部分，唔免讲咱会当特别安怎甲解说，伊会当自然了解啊。OK， 自然来去认捌到这个无共款尊重差异的部分吼。但是咱继续来请教廖主任吼，恁敢有安尼认为吼，共款这本册嘛是吼真抢市啦吼，但是对恁来讲看起来。就毋是安尼啦，尤其内底讲到这个同性的这个议题，但是咱嘛头拄要亲像这个理事长所讲的，内底一个拍破阶级，嘛是尊重异性这个部分，你安怎看咧？首先我要甲大家提醒啦，吼，嘛甲教育部提醒，就是讲咱伫咧2018年有一个叫做爱家公投，公投，咱有一个第11案，就是国中国校啊，无应该来做这个同志的教育，这个案呢超过700万票已经通过啊。所以呢，这是变做咱台湾一个主权，每一个人投票来决定讲，国中甲国校啊，无应该来做这个同性恋的教育。这是一个公投的结果。所以这个结果，一个2当前大家安尼清清楚楚大家拢知影拢讲啊，国中国校啊，其实因为伊还个幼囡仔细汉，无适合来上这个同性恋教育这个议题。这本你若讲大学高中要去做研究，阮是咧无啥物意见但是这本即马是发到国校啊1年啊。OK。国校的囡仔大家爱想看卖国校的囡仔是啥物阶段？国校的囡仔迄个阶段是讲查囡仔甲查囡仔，因拢会算做伙，而且查囡仔是真讨厌查甫大部分啦，因为安怎查男生就是调皮捣蛋，查甫甲查甫生做伙，
嘛无介意查囡仔是安怎？查囡仔有点个爱打小报告吼，像咱以前较早做囡仔的印象嘛是安尼。啊，我的囡仔即摆嘛是拢伫国校内底，就是即种现象。啊，你即摆去甲伊讲说，哦，你若查囡仔，你若讲你若无介意查甫吼。你可能就是同性恋，而且你后摆会当甲查囡仔结婚，查甫会当甲查甫结婚，即款的议题吼，伫即本的教材内底吼，上大的改变是啥物？上大的改变，伊开始改变囡仔对于未来婚姻、对于未来家庭的一种的想法，一种的咱讲或者一种的未来一种。你想讲伊未来要组织什么款的家庭？有的囡仔还个细汉，伊袂晓讲，但是伊会办家家酒。OK， 伊会去生迄个办家家酒哦。我假做这个先生啊，你演这个太太吼，大家来算啊办家家酒。一年是啥物年纪？一年是讲看到查甫老师会叫爸爸，叫搞错了吼。看到查女老师会叫妈妈，叫则讲付唔对去啊。国校一年是这种款的年纪。OK， 所以我相信这个调查员吼有你的这个考虑伫咧吼，就是讲这个性别这个部分伫咧国校一年可能也无法度真清楚的来去认捌吼。但是你头拄有讲到公投的这个结果啦吼，咱讲到是安怎这个公投的结果吼，是这个国中甲这个国校吼，是安怎这个公投的结果会当决定到这个所有家长的这个意志啦吼，还是讲这个学校爱安怎去教？尤其咱讲吼，这个性别的这个认识来去做一寡差异的认识，是咱是国中、国校袂当去学，爱甲高中以后再去学。咱继续来请教历史老师啦吼。咱来看到就是讲，这个性别的教育，咱嘛讲到真济，尤其是公投这个结果的这个部分。那是佫讲倒来这本册内底，你认为内底性别的意识还佫有啥物无？其实我先讲吼，教育专业的问题，袂使用投票来决定。那实在安尼吼，我想讲，咱第一个会甲可能专门来讲公投吼，第一个废除的应该是数学，大家拢足惊的嘛，那么袂晓吼。OK， 所以教育有一个专业的，毋是讲我介意教啥，我无介意教啥，还是我较熟啥物货，较无熟啥物货。吼，这是头一个要来讲。第二个就是对于教育的原理来讲吼。国校教育的重点就是，我爱教囡仔熟悉伊家己，甲熟悉伊附近的环境。毋过细汉囡仔，伊国校的囡仔，伊其实伊的生活的经验真有限。所以，这个社会遮尔大，遮尔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代志，伊就要透过经过老师，经过课本教材，互伊知影伊生活、伊家庭生活以外的物件。所以对我来看讲，像有的人可能讲，这本囡仔册是伫教同志教育，对我来看，这是教反歧视教育。就是反歧视，就是你莫想讲别人含你无共，伊就是奇怪，伊就是无正常。OK， 因为咱这个世界有介侪无共款的人，不过你含我无共，无表示你就较歹，我就较好。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爱大家。伊共款一本册看无共款的重点，袂使讲你看会对，我看毋对。所以我看会才对，所以你就要禁止。所以阮伫阮教册人的观点是，任何册拢会当教互学生啊，带伊去讨论，带伊去熟悉。第二点是，拄则即个。颜先生讲的吼，我实在足欣赏，那有一本册吼，会当看一届，就会当家囡仔影响一世人，遐尼大影响力吼，迄实在互人足欣赏的。袂是讲因为囡仔看一本册，伊就会从此改变伊的生活、伊的认同、伊的我想无一本册有遮够的。嘿，所以我想讲，有的团体可能会甲这个代志想了伤过严重。按更较深的一个教育原理来讲吼，其实咱即摆教育毋是要保护细汉囡仔，因为囡仔虽然叫伊18岁以下的囡仔爱互保护无毋对，毋过更较重要是咱来培养伊的能力，以后伊有法度发展伊家己，认同伊家己，佫会当会起来为着伊家己讲话。所以毋是讲干那保护囡仔讲，这无好伊莫看，这毋对吼，伊拢莫接受。咱的世界毋是无困的，毋是拢无歹人的。所以任何教育会当较提早的，阮感觉拢是欢迎的。特别是讲若讲
性别教育这，其实愈早愈好，就是定定有阮做性别教育有一句话讲吼，性侵犯袂嫌你的囡仔细汉，就愈细汉伊愈好下手，所以咱爱教囡仔提早保护伊认识熟悉伊家己实在迄差别伫倒位，所以。你讲这是国校的囡仔，袂当读的。阮按教育的原理来看，确实毋是安尼。所以咱看到吼，熟悉家己开始啦，尤其这本册，咱会当讲到，拄则老师所讲的，这个反歧视、吼反欺凌，尤其咱讲拄到这个同性的这个一寡朋友，因伫这个社会实在是受到伤大的这个霸凌也好、歧视也好啦吼。咱继续来请教理事长啦吼，咱头拄安尼讲起来，啊，其实这个社会上，啊，一般人吼。有的人是惊较主流的这个意见，有的人是讲吼较传统的意见，有的人是较进步的这个观念啦吼。但是这三种意见到做伙的时阵，就亲像安尼，教育部伫遮吼讲会当加体册啊，你安怎看咧？因为对这件的选册的代志来讲，其实教育部伊推荐了100本的册，吼啊，其实这100本的册有符合着各个重要的议题，吼，有的是家庭的，有的是。性别平等的，有的是人权的，有的是环境的，吼。啊，若这议题安尼来看，其实你讲，伫个国王甲国王这本册，因为受到压力，吼啊，教育部其实有出来讲，其实这本册是要互大家来尊重家己无共吼，尊重多元，尊重咱的差异伫个遮，嘿啊，教育部其实有徛着伊的立场，啊，徛着伊立场，我是感觉讲，会当搁较。你要换册这件代志，你若讲互因换册，就会感觉讲这本册是毋是有缺点？嘿，才会当讲无你若无来去换，是讲你是符合着咱囡仔的兴趣来。因为这件的感觉是讲，因为有一寡压力，所以变做讲你会当互伊去换册。伊变做是一种妥协去啊。嘿，变做一种妥协啊那。若无是讲，若是讲是因为囡仔家己欢喜，我今仔想要看这本，还是我明仔想要看另外一本，吼，这种的状况佫无共，所以我是希望讲，教育部既然感觉讲这本册，其实这本册吼，因为这件的代志，等到互大家佫较注意，所以即摆的销售量就悬，卖了袂歹。我是希望讲，教育部推荐这本册，真正有伊的好处甲重点，吼啊，会当互大家囡仔会当看，吼啊。既然伊的立场有徛条啊，我是希望讲大家会当，唔免讲听人人云亦云，也是讲听人安怎讲这本册，但会当真正好好来看这本册，来了解这本册。是。OK， 咱继续来请教调主任啦吼，就是咱头拄啊，这老师有讲到啦吼，就是讲啊，是咱这个公投结果会当真正影响到这个咱讲教育要教啥啊，老师嘛因着这个教学这个原理来去做进行吼，啊，咱嘛看到讲教育部即阵吼啊嘛做出着会当加体册这步啊吼。你认为这回安尼这个争议会当就此就扛起来吗？我认为真无啥可能啦吼，因为阮诉求是讲教育部爱全面来回收。回收哦。嘿，因为这本册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第一，伊甲查甫甲查某的结婚吼，甲恋，甲迄个个无快乐。啊，去用强迫甲连做伙，因为这本故事去有这个国王去有女王强迫。啊，伊女王帮伊找公主，公主那个画甲去丑化去啊，哈嘛毋是画甲足大颗的，就是画甲足矮，啊无就画甲足悬的吼，敢若一个德国安尼吼。所以咧，我感觉有丑化女性的嫌疑啦。OK。啊，上尾伊甲查甫甲查甫结婚吼，甲连接伫咧安尼甲咧幸福快乐，大家拢来祝福。所以这本册其实对囡仔的影响就是。美化咱的同性恋的迄个婚姻，而且伊丑化咱的查甫甲查某结婚的即个婚姻，所以真侪家长伊感觉讲，这本册咱是安怎爱好小学1年级，小学学生来看这本册。虽然讲囡仔伫咧即个阶段，也个真敢若一张白纸安尼，有真侪代志无了解，但是你甲讲啥，伊就去互你影响。我有一个朋友，伊伫咧小学3年级的时阵吼，我即个朋友号做皮皮，伊嘛较早有教我去立法院去做过证，就是讲甲立法委员讲，伊这本身的经验，伊伫咧小学3年级的时阵，迄时阵伊无介意查甫，迄个时阵有一寡同性恋的团体入去因的班来演讲，就甲讲，如果你也无介意查甫吼，你可能就是同性恋，所以伊就迄天开始认为伊家己是同性恋。伊就行入即个同性恋的即个生活内底吼，15年的时间，到尾伊才行出来，才发现原来伊家己毋是安尼，找到伊家己。所以即个
这本册即马这100本册吼，全国买超差不多40几万本，吼，所以等于咱互咱所有的小学生，拢伫咧这款的危险内底。什么款的危险呢？认为伊家己是同性恋的危险，或者是伊搞混了，伊混乱伊的性倾向，伊未来婚姻的对象的发展。咱无需要安尼啊，咱会当教真侪教材来教囡仔讲安怎尊重，安怎莫去共歧视，莫去共霸凌，莫去共欺负，真侪方法通做是安怎？我感觉尊重差异、尊重多元，这是一个统一啦，吼，就是咱甲包起来。其实内底要杀的是一种同性恋的这种的文化。同性恋文化咧杀，我感觉伊是咧杀这个叫做意识形态啦，咧杀这个同性恋的文化，就是要来甲囡仔来甲推销，来甲咱讲到歹听是洗脑。所以你头拄嘛讲到吼，国中国校啊袂使教，啊高中开始就会当看这本绘本。对，因为遮侪家长团体吼徛出来吼，今日吼10几个家长团体啦，全国的啊嘛有迄各县市的吼徛出来，大家拢诉求一个啦，就是讲。阮拢赞成讲囡仔伫学校莫用霸凌、莫用欺负、莫用歧视，这阮拢赞成。但是无需要用这个做借口，无需要用这个做包装，来内底来杀这个同性恋文化的物件。所以你头拄有提到迄个个案啦吼，来去讲，就是讲吼，这个人吼入去甲这个靠同台底吼去讲到伊同性恋这个经过，伊就会当真做是这个同性恋有这个诱因啊吗？你的意思是安尼吗？伊会怎去混乱？伊就认为讲对，安尼我就是同性恋。因为我对查甫囡仔我无介意，我嘛真讨厌。OK， 但是迄个年纪，小学3年级啊，伊本身伊就讲我上好的朋友是查囡仔，啊伊本身是查囡仔，迄个做皮皮啊。好，阮后壁嘛有出一本册，甲伊的故事拢甲写出来。好，内底台湾真侪人是安尼，阮总共找几个拢是这种的个案。其实愈侪阮拢甲出册，吼来甲写，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其实一个国中国校啊，囡仔还不确定他的性倾向发展的时阵，这款的册是愈少愈好，吼，因为你安变成说一个意识形态，你甲杀落去，大家拢要变做讲，哦对，安尼后摆我的妈子是查甫的，我就是同性恋，我后摆要甲查甫的结婚。OK， 咱继续来请教老师啦吼，伫咧教学现场内底。咱若去拄到吼，有一个这个同性恋，伊要公开来表示有这款的这个倾向，啊，一般学生囡仔听到的，可能有一个会变成这个同性恋，啊，其他班上的无啊，所以这是多元人脉的这个一个开始啦吼，可能有一寡是这个后天的这个因素，一寡是先天的因素。恁伫教学现场到底看到啥物？对，其实吼有介侪统计报告讲，差不多咱的社会啊，同性恋的比例差不多2%到5%。像我一年啊，教200个学生啊，差不多4个到10个，嘿，就会男同志跟女同志，哈 ，OK。啊，大家讲时间我拢无看到，因为你这讨厌伊，就唔敢讲你知影。OK。啊，你若感觉讲，我会当接受，我会当。讲无不要紧啊，迄毋是啥物，迄无共款，无啥物无好的时阵，伊就敢甲你讲。所以其实比如讲我伫高中教册教超过20档啊，其实这成长的过程是无简单的。伊囡仔爱家己认识个家己，爱欢喜家己，其实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是安怎咱爱用遮尔济坎起来，甲围起来，互伊遐尼济阻碍吼，这是头一个。而且第二个讲吼，医学上对于同性恋这个代志，是毋是有生物的基础？就是讲伊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其实还有一寡辩论的。好，毋过我大家讲过啊，每年即马按2006年开始，每年5月17号有一个叫做国际不再恐同日。是。好，伊是安对来的，就是因为1990年。5月17号 ，WHO 就是咱即摆咧讲的国际卫生组织，伊开始把同性恋这个伊较早当做伊是一款病，会当治疗的，甲除名。伊讲同性恋毋是一款病。好，而嘛人家国际医学的专家咧研究讲，同性恋其实是有生物基础的，就是讲伊毋是学来的。袂使讲我要对流行，我就来同性恋一个，你若无流行，我就搁倒转啊。那有即款的人迄叫做双性恋。OK。系咱的性别性的倾向有介一款，吼，同性恋是一款的。是嘛？咱感觉讲即摆社会介济，有个家长会烦恼是安尼讲，即摆想社会介济，迄毋是无被
同性恋无变济，是因为因为即摆社会较开放、较民主，所以即摆少年的囡仔，比如讲我的高中生，有的一年入来讲，老师我家己是同性恋，我愿意要大家分享，我无看人无共款，我无生无法界，我含恁拢共款，我要想家来讲者，因为阮爸爸妈妈嘛会当接受，嘿，啊，毋过有即款囡仔的时阵，你袂晓讲啊。我同我爸爸妈妈讲，我有即款同学，啊，你莫含伊做伙。阮袂鼓励爸爸妈妈安尼。所以我感觉讲，即本册，比如讲，有的家长感觉无适合，袂要紧，因囝莫看。OK。啊，毋过你毋通主动别个囡仔看，人别个囡仔可能有即个状况啊，对无？伊需要家己去感觉讲，伊看册，伊家己知影讲了解，我毋是无正常，我毋是奇怪。而且有。介侪研究报告讲，咱大家拢立马认为讲，我以后要含什么人结婚，啊，甲青春期有第二性征出现的时阵才有，毋是？迄性倾向有诶5、6岁就知影，所以你袂使讲啊，阮家的囡仔无这个代志，所以全部的囡仔拢无这个代志，安尼嘛伤过霸道。所以从阮就教育的立场来讲，袂要紧，即马。大家有咧讨论，这是民主社会应该有的现象。是啊，所以有的家长讲安尼好，有的家长讲无好，袂要紧。啊，这囡仔你册毋是干那教这本尔，足侪本会当看的。你若无介意看，你莫看。啊，毋过我讲你叫别人囡仔就一定袂使看。教育部就甲下个，迄个咩零检出吼，我感觉这话讲了实在有影，这就是。吼，歧视于无形吼，有害的物件才会零检出啦。即本册看册无害吼，对阮教册来讲，囡仔要看任何的册，拢是会当讨论的，拢是会当来看。我甲老师请教一下吼，就你教学这个过程20多年吼，你的教学吼一直拢坚持着这款性别的态度吗？对，是啊，所以比如讲，我的同事，我的同业，伊会讲啊奇怪，我嘛教20几档，我都无看到同志的学生，是安尼你拢会看到，态度无共款啦。所以咱社会若愈包容、愈多元，迄遮的人就敢出来，伊就袂产生一寡互压迫的弱势的，伊就会爱去否定伊家己，所以。我感觉即边的讨论是好的，像拄则讲的吼，愈讨论这本册读个袂了如何？其实我的高中生讲，这本老师这本讨论啥？伊本来无要看的，即摆拢来看，因为囡仔叛逆嘛，对无？你叫我莫看，我就要来看。其实这是求学真好的态度，就是我先来看卖，看伊是啥物货，再来讨论啊，我赞成啊反对，先看嘛。安尼我先来搁请问这个调集员吼，即阵咱嘛看到讲这本册。有影吵起来，变做真抢刺啊！尤其咱咧讲吼，真侪家长的心态就是我甲你急吼，但是愈急，我学生囡仔，我厝里的囡仔，颠倒愈想要去看，安尼变啊？其实咱探讨的毋是讲要禁多一本册啦，我感觉咱探讨的就是讲啊，咱来想讲，咱要甲囡仔，要甲建立伊未来对伊未来婚姻家庭是虾米款的想法，这是咱来重视的。这本册只是来引带咱去讨论讲。咱的教育到底要互咱国校啊、国中的囡仔，互因对未来婚姻生做啥物款，会变做啥物款，伊有啥物的期待，伊有啥物的想法，伊希望伊未来婚姻是正做啥物款。如果大家感觉，像这款册所讲的同性婚姻，这是爱推广的，这是爱大家拢爱来增加安尼个塞落去的，吼，咱希望囡仔拢建立即款的未来对婚姻的期待，就是这，吼，如果是安尼，我相信，袂真侪家长伊会感觉讲，吼，会感觉讲，这因为这变做讲一种，你教育部、教育部，你甲变做一种鼓励囡仔去读这种册，因为大家拢讲啊，你无读这都是歧视，啊，你反对这你就是要讲霸凌，啊！你反对这，你就是要歧视，你就是无接纳同性恋的朋友。其实接纳甲真正讲，咱希望囡仔有啥物款未来对婚姻的想法，这是无共的两个议题。但是敢讲吼，真正一本册当建立完整的这个婚姻观念，我是吼拍一个这个大问号啦。咱继续搁请教理事长吼。这个一个婚姻的这个观念吼，自这个囡仔时代甲这个成长的过程，甲伊家己自我去探索，伊到底吼这个性别认同到底是啥物？甲伊真正出社会，还是讲熟悉到这个不管是查甫囡仔、查某囡仔等等，这无共款的这个性别的时阵，这个婚姻观念是买手真大这个代志啦吼。敢讲一本册就当决定一切咧？
就像头拄啊，赵主任甲老师所讲的吼，因在对这本册讨论时阵，像头拄啊，王老师讲的，就是讲一本册敢会当一个影响，当然看册会当影响一个囡仔，也毋过敢有看到，就是看一本册会当影响你的性的倾向到即个程度。OK。好，啊，像迄头拄啊，赵主任咧讲的，就讲咱咧看这本册时阵是咧推广嘛，咱咧有时阵咧教囡仔。无共的特质的时阵，咱会有看到讲伊有譬如讲伊会较活泼，甚至讲学校内底有足侪特殊的囡仔，像阮的家族内底嘛有特殊的囡仔，我会当看到讲伊是可能是过动的啦，吼，还是讲有小可学习障碍的啊，咱嘛是拢咱咧学。尊重这个囡仔的时阵，咱并袂讲咱是来推动这个囡仔，对。所以咱即马在了解讲无共的性倾向的时阵，还是说讲无共的性别的特质的时阵，咱嘛是抱着这种了解啊，甲尊重的角度，并不是讲咱就是甲推广，因为爱了解，咱才会当尊重。是。啊，所来搁较讲家庭的部分，对，咱以后咱拢会对未来的家庭有一寡想象，吼，有种想象伫咧遐。啊，家庭嘛是啊，咱即马就是讲你要建立一个家庭，吼，像即马法律，咱一定就是可能就是爱结婚，吼，这是一个较直快的途径嘛，吼。啊，其实伫咧家庭内底，咱有足侪多元无共的家庭。嘿，有一般的，譬如讲单亲家庭，吼，还是讲核心家庭，还是三代，还是讲有一寡新住民的家庭，有时阵会复合做伙。嘿，啊，这个无共款的家庭，拢有无共款的情形。嘿，所以讲你讲要想象，啊，咱会当透过无共款的激励，还是无共款的。册来，互囡仔来了解，因为囡仔伊无可能讲会接受到遮济，嘿，伊可能有家己的生活环境，啊，透过遮个册，透过遮个绘本，会当互囡仔更较了解遮个无共款的家庭，甚至来无共款的囡仔，安尼咱才会当尊重讲，哦，我即马伫咧学校碰到无共款家庭来的同学，咱才会当彼此来尊重，互相尊重，互相这个差异吼，互相包容然后，咱嘛看到讲吼，这一摆吼，各部长吼，伊嘛是讲到，会当帮助囡仔来做理解、尊重差异这部分，咱头拄啊嘛一直咧强调这个部分。另外，高雄市议员吼，吴捷伊是讲吼，这个反同团体真正吼是歹心吼，伫遐这个散播啦吼。另外这个彩虹出境啦吼。咱讲彩虹平权大平台，这个轻的这个平台，伊是讲吼，互同志甲这个家庭的这个囡仔会当得到支持甲理解吼，毋是互这个教育来去排除啦吼，有影即只非常的重要，毋是互这个教育去排除，尤其咱讲这个过去这个社会内底吼，拢是即款歧视，也是讲霸凌即款的这个现象。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总司令啦吼，这个满菜这个总部吼，伊讲吼潘文章。这个部长寄互我，你嘛当真做是国王，咱等下好来讨论这句话是安怎来讲的吼。另外就是讲这个妈妈名吼，伊是讲啥？中小学教育应该重视到这个婚龄性的这个教育吼，毋是干那吼，急要带入多元性家的这个文化甲引导啦吼。另外后一代幸福联盟，伊是讲这个国中甲国小无适合这款的 LGBT 的这个文学甲观念吼。另外讲这个绘本。无适合到孤单一个吼，这个囡仔，孤一个囡仔来去做学托啦吼，还有这个会当陪托的这个爸母甲老师吼，是毋是安尼？这个教导能力，另外咱台湾讲吼，这个性别定义真正吼难参咧讲，所以有人讲吼，这个 LGBT 的这个教育会造成囡仔的这个混乱啦吼。咱先来请调集人啦吼，咱头拄也讲到，这个部分就是咱有。亲像共款的这个联盟，有共款的这个声音啦，咱嘛看到讲吼，亲像讲 LGBT 这款物件，袂当放伫咧文学内底，也是讲无应该伫这个年岁来去产生。尤其咱讲这个性别的这个定义啦吼，但是咱讲尊重差异这个部分，敢讲真正敢若这个咱讲完整啊，是讲传统的这款男女的家庭教育，这是独一尊的。我是感觉讲，咱今日讨论真侪物件吼。如果咱也无想到讲，这个物件是要互什么款的年纪的囡仔去学习的，咱就失去这个意义啦吼。我拍一个比如啦吼，比如讲咱食这个蜂蜜蜂蜜吼，蜂蜜是真好的物件，但是蜂蜜互咱这，比如讲咱这大人来食真好。OK， 吼，囡仔是无适合，但是囡仔敢无适合 ？OK， 1岁以下的有人甚至讲3岁以下的唔通食，是安怎？因为伊这个蜂蜜内底有这个叫做肉毒杆菌，吼，迄个年岁囡仔伊无照处理这个肉毒杆菌，可能有性命的危险。所以呢，你袂当1岁以下的囡仔吼去食这个蜂蜜。所以咱即摆来讲这个教材嘛是安尼，吼，就是讲咱即摆来尊重
多元尊重差异吼，无共款，这真好。但是咱敢一定爱用这种的方式哦来教囡仔吼，而且这个同性恋的这种议题吼，敢真正吼，你感觉这个年岁的囡仔吼，国校啊1年啊吼，1、2、3年级的时阵吼，你就要来杀这个议题，吼，你就要来用这个绘本，全国的所有的国校啊1年啊，拢爱来。鼓励，因为伊所成做一个做啥优良读物，吼，变成讲学校所有囡仔拢来读，啊，大家感觉一本册敢会当改变遮济，想讲啊，这反正只是一本册尔，吼，我搁拍一个比如啦，吼，咱咧做面包，咱咧做馒头，吼，内底爱放啥？内底爱放或者酵母，哦，也是讲咱做粿爱放迄个发粉，迄个意思，迄个酵母敢若一丝丝啊尔。酵母一丝丝啊，放落去。你的意思就是讲，这个酵母放入去，伊有规个拢发起来，规个面粉拢发起来嘛。伊虽然一点点啊，你看起来无啥，啊，这个酵母才一丝丝啊尔，规个面包、规个馒头，伊才成这几个1公克都不到。OK。放落去，你无放，你就唔知伊的效果，放落规个拢发起来。你今日国校你就甲放这种思想入去。你个讲讲啊，这只是一本的，啊，这一本的，啊，这无啥，反正这无啥。这种的，我感觉这种的态度吼，对咱你办教育来讲吼，是千万唔通有这种的想法。所以伫咧性别教育这地下，也有真济好讨论吼。咱嘛看到讲过去，这个有公道的这个结果，但是咱嘛有讲大法官有解说讲这个实现这个部分吼，到底台湾会走向什么款吼？更较进步，还是讲吼愈行愈传统，还是讲这个部分哦，可能有一个交汇这个所在吼，咱嘛真希望讲咱台湾会当有真这个民主的讨论的这空间吼。另外，咱嘛要来讲到，咱讲台湾有另外一个教育上这个问题，就是有人讲吼啊，到底是要教材顶去中国化无吼？咱头拄嘛讲到，这个历史课本，这个国字者吼，咧读的有的这个物件，拢甲抬掉吼。先做来看咱的分析报道。变开历史课本读重点知识，也毋过因为108课纲将中国史改为东亚史，所以今年8年学生的新课本，中国上古甲中国时期的内容会大大缩减。因为上古在国小就教过，所以这次直接从夏商周开始，我觉得比较有趣一点。越靠近我们的，应该要了解这个近代的发展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很有名的帝王，他历史课本里面才一行多，我觉得这蛮可惜的。对课本内容的编排，学生拢有无同款的看法。编开新课本，商周甲隋唐的国家甲社会内容4下都结束，变成民族甲文化。2000多年的历史用1000多年就讲完，部分教科册也找袂到过去常看的书记、汉书、三国史。有历史教师出身的高中校长指出，过去是以政治史的角度讲朝代的变化，即马注重的是为文化史出发。少一点的历史知识的背诵，多一点的历史的理解，在古的部分少一点，现代性跟近代性强一点的话，那孩子在学历史的时候会更有感觉。会以核心的主题来作为主轴，以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性，在这样的课纲引导之下，他当然会做这样的弹性的编写。国光伊指出，即卖的8年历史教科册依照108课纲编写。当然，会甲过去的版本无相同。另外部分的教师质疑课纲去中国化。教育部长潘文忠也做出回应。历史的课纲并没有所谓去中国化这样子的问题，反而是在引导孩子，是在分异之间，让孩子可以彼此去了解到这个交互的关系。潘文忠指出，过去课纲在历史方面都是采用明确分析。不过，无论台湾、中国还是世界史，拢爱更加注重世界国际间的互动，所以新课纲强调分析之间的关联性，希望学生为课本中培养探索甲问题解决的能力，成为世界公民的涵养。记者综合报道。是啦，讲到咱讲历史课吼，我真正头大啦吼，尤其即个高中历史是用断过啦吼，所以迄当阵。断过迄学期拄好读这个中国历史啦吼，但是我的台湾史也算袂歹啦吼，但是叫我背这个朝代，我真正背袂起来啦吼，尤其要去认捌讲真正这个老长的这个1000年的历史，但是我的世界史也阁会使哦。咱要请教老师啦吼，伫咧历史这个教学场合内底，咱看到即阵的这个时数到底偌济，安尼减落去，真正是拢学无着吗？
其实吼，我教历史的，我读历史嘛，做介意历史的。对我来讲哦，历史课愈侪愈好。啊，毋过学生也无安尼认为，可能家长嘛无安尼认为，可能家长感觉读英语较重要，读数学伊也趁较侪钱较重要吼。所以共款的，阮做教育毋是家己欢喜介意的，吼，爱教学生啊需要，爱教符合教学的原理的。吼，像拄则有讲着讲吼，什么款的年纪要教什么货。好，阮的教育原理是安尼，非得是要用做习惯的，愈早愈好。比如讲，爱教伊尊重的尊重，教伊卫生，教伊有礼貌，这愈早愈好。像拄则性平教育，教伊尊重别人，愈早愈好。啊，若要看知识的，有需要的时阵才教，伊听有的时阵才教。比如讲，拄则有一个囡仔讲了真好吼，讲迄离咱较近的爱加较教一下，因为我讲国中的囡仔。伊要甲伊讲50年前，对我出世迄阵时阵足困难的。我真正有教高一的学生啊，我甲讲袁世凯民国初年的时阵，伊真正较一个袂输一个足大的话题讲，老师你细汉时阵看过袁世凯对无？我做啊笑一个想讲，是，但是我是遮老的，是学生啊对100年到50年伊无感觉。OK。哈，所以这是阮教历史的老师哦上大的挑战。历史是一个和时间有真大关系的一个学问。时间真重要，因为过去甲今仔上大的无共款，毋是时间尔，是时间会互足侪物件无共款。我那是要安怎互遮尔细汉的囡仔去体会？好，比如讲，咱来讲一个，讲咱即摆国家。甲过去的国家是真大的无共款啊！我先讲一个咧，咱即摆出国，大家拢知影啊，国下的时间拢知影，爱摕护照。东调的人、三国的人嘛是叫做国哦，因走来走去啊，换来换去都会上做官。因毋要出国，毋要摕护照。啊，这是真大的改变。咱是要安怎互学生啊了解这款的改变？护照出现对啊，系啊，护照出现差不多100档啦，无到100档的代志啊。吼，孙中山的时阵，佫毋免摕护照咧吼。OK， 所以其实历史爱教是教这，古早甲即摆变化，重要的是变化。啊，毋过即下足侪人拢看我历史老师讲，哦，你做够讲古的吼，有影？历史老师读介济，阮真正做够讲古。啊，毋过历史老师若要讲古的时阵，然后通常是要甲你洗脑。要洗脑。因为讲古较好听嘛。我即摆来讲，什么人是王子，什么人是公主，什么人是好人，什么歹人，你拢记条条。你以后就一个。就 stereotype， 就一个刻板的印象，刻板的印象就伫遐。啊，毋过历史教这无意思啊，对吧？历史爱教是啥物货？我对下讲诶，历史其实这个字毋是叫做故事，然后咱英文看讲 history， 叫做 his story。女老师的第一个反对啊，那无 her story， 对，毋是历史的希腊原文，伊希腊原文是探究，和故事一点仔关系都无。OK， 所以咱毋是要讲故事诶，好 OK。这头一个，第二个，咱即摆教囡仔时间有够无？对无？我即摆吼，毋是干那108课纲才开始哦。在过去的101课纲就是安尼啊，国中敢若一节历史课，有的学校是讲把咧弹性时间补充的上课，上课加2节，国中一节才45分钟。国二、国2的时阵读中国史、东亚史，一年加上节32节，因为甲扣掉迄什么校外教学，扣掉迄断考的时阵，32节，你想看卖偌济时间？你若我讲实在，若有老师有法度吼，会当即个遮尔短的时间，伊要坚持讲三国的故事，伊要讲什么杨贵妃的故事，我感觉足钦佩，伊会当讲的了。拢会当教好势，教好料啦吼。教好学生啊知影，教有趣味吼，我感觉足钦佩。嘿，因为无时间啦。另外一个，我头一要讲，时间无够。第二个，咱即摆的课纲吼，是教课纲，毋是教课本。教课本有足侪本啊。是。啊，毋过课纲啊啥，敢若4条尔，4个主题。叫啥？就按古典甲传统的时代，就是相当于咱商朝甲唐朝，是叫做古典。古典。嘿，古典时代历史的意义是啥物货？这是咱的思想形成的时代。比如讲孔子，儒家思想。咱遮来，好 OK， 啊，伊对政治不但思想有关系，政治嘛有介大的影响。是。传统时代就是咱即马认为的传统。是啥物货？比如讲，咱咧过节、中秋节要到啊，宋朝以后才有诶。
咱啉茶的方法，宋朝以后的方法。唐朝的人讲啉茶，就是即马日本人啉茶的方法。所以对咱来讲，中朝的物件袂输咧外国的。是。嘿，所以传统就是宋朝甲清朝的时代。嘿哈，即马再来第二条，传统甲现代。现代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了后，迄是新的一个国家，和古早有皇帝完全无共的国家。所以第三个。对即卖来个囡仔来讲，第三个主题上有电话就是，咱即卖即款的国家无皇帝，现代国家是安那会造出来？是面对什么问题，为着解决什么问题，才要来出事，才来出现。安尼真明确嘛，就是讲吼，这个咱讲的这个古典，真正这是新的吼，108年这个课纲内底吼，这个就是8年级的，这个爱去读的这个历史课本，真正就亲像老师所讲的。自古典甲传统，甲传统甲现代，这就是咱讲即阵上大这个意思吼。过去真正这个朝代背到要死去吼，但是就是背袂清楚啦吼。搁爱唱歌，什么皇帝唐虞夏商周，周搁分西东周啦吼。背到尾啊嘛是拢兴和老师去啦。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即阵咱讲这个国字学生吼，108天，这个课纲吼，第一届这个学生啦，有人咧讲吼，有啥物这物件有诶吼，差不多1、2year、4year，都安尼。解说好清楚啊，吗？吼，另外就是讲，即阵历史的科目，这重点就是甲过去的这个物件较简化，真正较挂咱现代部分继续来去加强吼。即阵国中是用着这个通史的这个部分来去做一寡结构，另外高中呢是主题性的这个部分啦吼。有人吼讲到亲像我头拄仔讲的，这朝代背袂煞啦吼，断代史的这个部分啊，咱搁继续来请教这李署长吼，你安怎看这回这个课纲的这个改变呢？是好还是唔好？其实即摆的历史的课本，甲阮以前咧读的，其实差足济啊。就像头拄老师讲的，像以前像读册到即摆，其实已经更改过足济遍啊。嘿，伫咧108课纲进前，佮有101的课纲。是。所以讲，阮以前常常讲生笑讲，阮以前读的地理是历史，阮读的历史是神话神话。神话。就是足久的吼。毋是讲以前的代志袂当背袂当看，当然嘛是拢会当参考，会当去研究。也毋过，其实阮以前在读的历史，像我即摆囡仔会较注重的是台湾的历史，我迄阵真正都拢无读到。对，像我头拄仔迄影片内底迄囡仔在讲的，就是讲，其实较我咱近代的物件，因为较需要去了解，较需要用较侪时间来看即段的历史。以前的毋是无需要了解，只不过讲迄个比例。中间会当去春究，而且讲其实迄是一个有较系统性的严肃。吼，你小学啊读啥，高中读啥，高中的时阵会当用主题。吼，老师其实嘛是讲，像我伊是教课纲，吼，会当去带迄个囡仔，吼，看伫咧倒一个领域，吼，倒一个主题，因较有兴趣的，会当搁深入，会当搁去。探究，会当搁去研究。我相信这个学校老师拢真这个认真啊，尤其唔那干那课本尔，过去咧读册时阵，这个讲义啊吼，老师一个本去吼，真正咧这个内容唔那是课本内底所学到。尤其咱个嘛是爱跳脱到这个课本的这个概念，课纲上的这个古典吼，咱讲部分啊，古典传统甲现代这个部分是有一寡这个遵循的这个因素啦吼。那么看到讲这回这个。国字吼，就是咱讲的这个部分历史课本消失三国，还是讲吼魏晋南北朝这部分，有人咧讨论啥？就是讲这回吼，真正免亲像拢讲着课本的啊，摕讲义啊，家己编的这个教材，共款嘛当讲吼，这是中山女中历史教师伊所讲的。若咧补历史的吼，有当时这个学校这个读袂晓吼，就去补历史的。嘛有人讲吼，过去无求好，但求全吼，真全面。拢甲你这个朝代啊，这个年代啊，你都要背甲真焦整。但是咧，这款的这个教育模式吼，是历史科真久以来拢红讲啥，真正是一个背这个科目啦吼，上无用的这个文科啦吼。另外，咱讲这个教育部长潘文忠，伊是讲啥？过去这个历史课纲吼，就是讲真正甲即阵也无这个去中国化这个问题吼，真正还是认捌着。咱台湾吼，这个部分历史的这个遵循，甲我咱现代另外，嘛看到嘉义大学历史系教授伊先生讲的破碎是蔡政府中国史教育上大的这个特色啦吼。另外，这个国民党嘛是有无共款的意见，伊先生讲咧，这个单学生郑立伟是讲，无讲三国，就等于吼无认捌到这个关圣帝君也好啊，孔明啊，少年来拜关公哦，叫是咧拜外国神明啦吼。咱来继续请教调集人吼。
这回课讲安尼解，嘛有真侪人哦，就到正反意见拢有啦。你是安怎来看这单代志？我感觉吼，读历史吼，真侪家长你想讲，到底读历史要创啥物？吼，这是一个问题啦，吼。真侪人讲啊，我读历史就是爱背嘛，对无？啊背讲啊，这皇帝到底是谁吼？什么活几岁啊？统治几年啊？佮什么时阵佮活什么皇帝？真正还是阮过去时代咧读的啦。啊，你读历史的时阵，感觉讲吼，安尼拢背迄实在是足无聊啦。所以我感觉讲，即个要改吼，真正爱来思考，读历史到底是要创啥物？读历史帮助咱的囡仔学习啥物？我感觉啦吼，读历史爱帮助咱去认捌咱的文化，知影咱是安怎会今仔日会成做即个款，而且读历史会帮助咱学习，一定要学一寡经验嘛。较早人犯啥物错误？哦，咱今仔日有一寡会当学习，搁较紧，搁较有智慧，安尼毋才会进步。无你敢读历史，敢若背迄无较怎啊？哦，你要背迄个朝代表啊，那个全部人甲背了了。迄个敢囡仔敢真正较有智慧，所以我感觉讲吼，如果是用政治的这种态度去中国化，吼，我感觉如果是安尼吼，安尼我感觉这个态度应该无正确。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咱要学习的目标，所以有的朝代咱莫甲看，有的历史的事件咱莫甲看。啊，咱来看咱爱合适的，啊，我感觉咧都真有这个意义。比如来讲，吼，咱来探讨讲到底，比如讲。女性，吼，这个会当成做咱的国家的元首，吼，比如讲即摆蔡英文做总统，啊，咱中国历史有查某咧做皇帝无？吼，咱用这个角度来探讨的时阵，咱可能会就感觉哦，安尼咱去探讨这个武则天可能有必要。啊，但是你若讲即摆从即摆课纲来讲，武则天其实是老师害头咧，老师你的想法，老师的想法跟家长可能较无共。OK。啊，比如讲你看三国，然后咱读三国，咱读三国到底你读三国，咱来问一个问题嘛。啊，我读三国的目标是啥物 ？OK。如果你也袂当回答这个目标，啊，我读三国，我只是干那背起来尔嘛。好，或者是讲我读三国，其实是要帮助囡仔知影讲，迄时阵的历史啊安怎来，吼安怎来合作，还是讲春秋战国时代，你即摆完全拢无用，啊，你即摆来知影讲孔子啊、孟子啊，迄时阵迄个背景是啥物？啊，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知影讲是安怎爱读这个历史，伊咧配合啥物？是安怎咱即摆有民主制度？是安怎过去是皇帝制度？啊，这个优点缺点是啥物？是，我同意啦，就是讲这个民主，讲到民主这块，咱会当去看到这个规个这个。亲像咱讲欧洲的这个国家安怎去发展这个民主的这过程，啊，甲咱台湾发展的这个可能会当讲少会啦吼。啊，这个部分咱头拄嘛讲到，像讲到这个女权这个部分，咱这阵有蔡英文总统啊，但是会当安尼相比这个东调这个部分吗？当然是会使去来做一寡有精彩的所在去做一寡比较吼。老师你安怎看？我唔知影是安大家忽然会摕武则天变啊这么重要吼 ？OK， 其实武则天和蔡英文的。共款，唯一的共款，该是因生理性别拢是查某安尼尔。剩咧伊个社会结构，伊安那得到权利，安那统治国家，迄国家的体制呢完全无共款，天差甲地去。我唔知要按照伊讲起啊，这有当即个做麻烦的。所以我来讲吼，拄则我讲的，咱即马的较早咱讲是讲，咱细汉时叫做通史吼。请问叫啥物叫做通史？通就是。朝代爱通，啊，搁有你的时代、政治、文化、社会，搁有啥物饮食，各种各样来通，哪有可能读较济？比如讲，阮即摆读历史遐，我的研究吼，我研究是现代史。我无可能讲现代的我拢捌，无可能。历史是一个专业，这个科目是一个专业，有伊研究方法。毋是大家干你是安尼，家己想讲哦，历史就以史为鉴啊。啊，那大家拢会当以史为鉴吼。啊，咱即马代志无遐济啊。吼，所以讲这是什么？一个既定的印象底下，啊，就甲像教科书背起来。可是实际伊是无法度操作的吼。我讲有个人一直咧讲，特别来讲到课纲，迄拄则你讲的迄两个，我拢做熟的。因为伊特别咧讲去中国化，其实中国这大，无可能会当去掉的。是，伊就这大菜大遐。所以伊安尼讲是反映出来是伊一个焦虑，伊感觉讲三国还是东调，迄拢是。咱这国的历史，你无教，你就是毁灭我这国。我拄则讲过啊，国家咱中文拢用国家这个字，啊，毋过古早和即马100年前的国家和即马的国家，完全无共款。欧洲的国家和
亚洲的国家完全是无共款 type 的，所以你要甲这讲个清楚，啊无你用中文用中文写起来，阮国的历史，大家就去甲跳脚。问题是真正，你若要用回到迄个时代，关公真正外国人，关公而且咱摆的关公和历史《三国志》迄代迄个关公完全无共款人。是，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这个规个这个神话，还是另外一个把人变成神了。这历史学内面一定有真完全的研究啊。毋过咱因为较早细汉时无教嘛，啊三国历史是安那才好有名，毋是课本来的啦。我细汉时阵三国嘛无教较济哦，拢是小说，其实是电玩游戏啊。所以咱看到吼，咱学过去这个历史啦，是讲咱讲到今仔这个性别这个议题，拢是吼真正。我看到这个课纲有安怎来去定啦吼，所以咱嘛有亲像讲，这个性别、这个法治遮吼，拢有去做一寡这个讨论吼，嘛希望吼，这个咱教育是真正咱的这个学生啊这个基础啦吼，嘛希望愈来愈好。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我感谢乡亲拢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拜拜。